无仙姑。华哥，你不用走，我绝对不会离开我。华哥，华哥，你绝对不要走。华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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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哥。是安那样啊啦？啊，阿爹，我看到华哥回来呀，华哥回来呀！你看到华哥？你看到我哪去倒转？爱人呢？对啊，华哥你倒位？你人呢啦？哎呀，贱人啊！我看你是去看唔到人啊！喂，阿爹，我绝对袂看唔到人，是华哥无唔对。贱人啊！小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还是阿爹，行啦，等下去休。啊，阿爹啊！好公主，你对阮阿姊的心意。伊一定会知影的，也毋过你唔通袂记哦。你即马是有芳名在身，本县的县令被斩，目前你都要等新的县令来，所以你还阁有真侪代志爱去办哦。好公主，我请问你，阮阿姊生前上较关心的是啥物代志？伊上较关心的，就是百姓的艰苦。你既然知影。那呢？你先来不要替阮阿姊做一寡对百姓有利的代志，去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呢？绝对讲伊无唔对，你着好好振作，替小姐做一寡在生的时阵的心愿啦。阮这个手机，这只机已经灵灵啊，来，刷得着甲你，是安尼要来？你莫少年哦，啊！你唔通看我醉懵醉啊，我头壳还阁真清醒哩哦。这盘棋你已经输定了哦。老钱君啊，输赢无啥物要紧，兵道即马上惊，
就是小香伊好先受大，哎，今日搁遮出事端。我看这件代志，要搁办法你走一走。不，来，若无吼，这盘棋行煞才好讲。来，这了。老七君啊，这是证书。哦，你个人哪遐马家呢？逐摆若行棋行输人，就骗我理由。你若遐少年啊，你什么意思啊你啊哈？其实也是小可代志，也毋过小香伊即摆阁是犯人，伊翻心未灭，万不哩伊若想袂开，人咧边度一片的苦心，是拢白费的是。哦，原来呢，你的意思是惊讲小香伊袂当安心受大呢？这无我的代志，这是恁八洞七仙的代志啦，甲我无关系。老师君啊，你安尼讲就毋对，你还过记？小香先祖当年犯着天条的时阵，地宫第一面斗就咧甲担保，你嘛，敢讲你晓袂？哦，迄天我是伫咧拣烧酒呢，要是讲代志我会当较紧解决，我凊彩讲的尔嘛。老师君，地局第一面头前，原来用凊彩讲的是。这件代志若互玉帝知影，李东斌啊，你唔通摕玉帝安尼来甲我吓惊呢哈？玉帝平常时伊嘛知影讲我酒若饮落，讲话拢无算话啦。老师君啊，地局第一面头前，互你用加酒；伫冰岛的面头前，你就继续。你酒后路行我，你调我酒后路要创啊？老师君，酒好路要行你用，不过你要答应我去照顾小香先祖。这。老师君，好人要做，就要做到底。是咱我李东斌，你要想我来找你算。小牛慢慢啊算，不过这宝贝好了，先过好才要紧。得了道，医得成仙。敢有影做好代志，就有好报。亲像安尼啊，做安尼侪好代志，到尾也毋是共款。我一个心肝宝贝，哎呦，你这个老干儿呀！啊，你安尼看准我的弱点，啊，将我的心肝甲我弹落啊！要若无招，红灯四叫甲我请，我都唔来啦！啊，打倒来啊！老前辈，啊，讲来讲去啊，拢也是为着你。为着我，要无我食饱伫咧换药，我来这要创啥去？讲甲迄个牛片啊，这个人哦，一向拢死道友，无咧死贫道的啦。伊家己伫咧逍遥，啊，就叫我来这甲你顾咧安尼啦。老前辈，是啥物代志都要甲我顾咧？所唔知影讲惊你呀，脱离开人间七情六欲啦，搁再犯着天条啦。所以啊，你哦爱好好啊落去修炼啦。你这个头壳啊，唔通安尼乌白生啊！你若袂当得到这个正果啊，你就辜负我迄个道友对你一番的苦心啦。老前辈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尽我的力量，我袂互伊失望的。也毋过，你心肝内底想啥，我拢知咧啦。你唔通看我咧醉哦，我醉罔醉啊！我的头壳啊，比啥物人都较清醒。老前辈，无理由啊，我是咧想啥物？你咧想讲要去看你阿爹甲你的阿娘，对无？仙姑啊，天下间三界有一定的规律，唔是讲一个人，也是一位神，都有法度通去注意。
你讲起来，我阿爹娘一定在受苦吼。这哪会着搁问啦？这个鬼魂伫迄个地府啊，哪有迄个好日子通过啦？伊伫咧过日子，敢若袂输伫咧过一年共款啊！你敢无听人咧讲？那犯罪鬼魂啊，落去甲迄个地府，都爱骹口、手口、鱼头拍、马面拖、大鬼路、小鬼精，你较安尼听，你嘛知影讲伊过了啥物日子？老前辈，你是要安怎？阮阿爹娘这么受苦，可怜啊！怨叹无路用啦，这是拢总天注定的啦。无酒啊！我阿爹娘，老前辈，我宝贝，仙姑啊，我即马甲你头讲，你绝对免甲我讲哟。你唔通看我这个酒壶是敢若底酒在用，安尼就唔对，就错误啊啦！我这吼要有真大的妙用的。前辈，你是讲这个酒好咯？除了底酒以外，还有真大妙用哦？当然咯，那伊的妙用无穷啦，要无我哪讲伊宝贝啊好咯？老前辈，你是不是用甲讲这宝贝好咯？有啥物妙用？对，我这个宝贝葫芦，伊的厉害，不管是人，还是神，还是鬼，伊拢有法度通对付伊啊。我若安尼手语念落发手，规个拢总走来伫我这葫芦盘仔内面。我即马这个罐若甲读起来。看伊神通偌空大，法力偌强，伊安尼要旋要转要走，拢走袂去，乖乖伫内面在理手。老前辈，敢真是有遮厉害？无你甲我变看卖啊？你唔信？安尼你来试下，互你来试下，好啊。你就知影我葫芦的厉害。收。出！厉害呢！安尼你就了解我这个葫芦的厉害啊！安尼讲起来，老这酒好咯，妖魔鬼怪都要敬你3分的哦。当然咯，我这个宝贝葫芦，爱风甲化落，风就来；爱雨甲化落，雨就来。酒语若甲吹落，大罗先生爱阁惊你3分。伊的酒语是要哪样？写伫倒位啊？这唔就较简单。听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甲别人讲，你啦，绝对唔好讲。食，安尼知吼？食，绝对唔通讲。你唔讲，我袂讲啦。讲，免讲。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老前辈。这位大娘，请问地府伫倒去哈？哎，大娘，请问诶，地府要伫倒去？奇怪，因敢大家哦，都无看到我共款。请问你们是？连阮都毋捌，我就是乌武祥。
我就是白姑上专门掠恁遮孤魂野鬼。孤魂野鬼，我毋是鬼啦。国家强辩，你看这是什么所在？你现在伫咧阴间，毋是孤魂野鬼，是什么？我一定是无主的幽魂。行，甲带倒来，行。慢些咧，你是要带我去倒位？当然是阴曹地府啊！阴曹地府，好好，我缀恁来去。我才想讲阴曹地府，毋知要去倒去。你叫是阴曹地府是啥物好所在？等下你就知。莫甲伊啰嗦，行，倒来去。请问这只是？这是鬼门关地下个大门，入去，行。两位将军，咱即摆是啥物所在啊？这是奈何桥，人死了到阴曹地府，必须要经过这个奈何桥。奈何桥，是啥人叫做奈何桥？奈何奈何，无可奈何。人若死了后，不管你欢喜还是无欢喜，必须要经过这条桥，所以叫奈何桥。原来咱叫做奈何桥啊！即句咱若去奈何桥以后，要搁去倒位？要去文化殿，看你在生时有做什么歹代志。无啦，我在生时拢无做歹代志。有做无做，毋是你讲的话就准算。到时一查，就知影你是毋是讲实话。看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手内搁摕一个酒葫芦，在生绝对毋是啥物好查某。将军，你莫安尼讲。对啦，我若要去阎王，你讲会哼，阎王爷是啥物身份？你才会较好记。免加讲话，行。紧行。入去，紧行。参见文化官。你是何方人士？报上名来。小女子是正声县人士，名叫何华姑。正声官何华姑。我问你，你阿爹是毋是做何台？你的阿娘叫蒋氏。是啊。你就无对。你阿爹甲阿娘拢是永寿义真的受奖王氏。大人，我的阿爹尔，即摆到底是第倒位？永寿义真着王氏的人，拢爱关伫咧王氏城内底。等伊的荣寿若是真了，自然就会拖来遮审判。假使讲伊伫生前，若是做善事，自有善报；若是做恶事，就要当地府内底受痛苦、受花花。大人，你要带我去见我阿爹尔一面无？袂用的。何华哥，你先顾你家己吧。完全路顶，就算讲你含你亲生的爸母兄弟见面，也已经无熟悉咯。大人，我求你，求你，互我甲人家见一面就好啊！我求你。你求我嘛无路用，求什么人拢无路用。有世间含这是甲你无共款，地府内底是公正公平，有势歪曲事实，有钱判生，无钱判亡。大人，我的阿娘一生行善，做真侪好代志，请大人你慷慨一面。袂用的，一人在生，天生作恶，自有定断。何华哥，你先管好你家己吧。我问你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20岁。 20岁，佮受奖，来我看你的荣幸。这生死簿内底，较会无写伊的荣寿几岁。一人如要出世进前，一定拢爱有祖先娘娘家己的荣寿几岁写起来，才会当投胎转世。敢讲是伊投胎投了伤紧，祖先娘娘就去家己记起来。 糊涂，真是糊涂啊！大人，那咧即阵要来处理何华哥咧？你先做伊，带伊这个业做看卖啊，看伊心情有做过什么歹代志。是，过来。
听起来，行好，快点动。奇怪，哪会安尼哩？敢若是这边少年行歹去啊？门破外，照客行内底，啥物拢无啊！这生死簿内底无写明伊的阴寿几岁，照着行，佮借袂出啥物物件出来。奇怪，这到底什么原因呢？大人，这件代志，我看也是由你做主，阮两个只不过是负责掠孤魂掠鬼而已啊。这一定有啥缘故。胡阿哥，是大人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学过啥物妖术？我无啊。无学过妖术，这哪有可能？大人，我确实是无学啥物妖术啦。假使若无代志，我求你，你带我来去我阿爹出面好无？袂用的，要去王死城，甲伊经过阎王爷的命令，才会当去，是袂当胡白乱撞的。胡将军、白将军，在。从桃花哥带去令婆娘娘遐，叫伊啉忘魂汤，等伊啉落了后，分官再做定断。是。行。参见明姑娘娘，带来一名孤魂野鬼，名叫桃花姑。桃花姑，你是安怎样死？我无死，我伫修炼。来地府就是来找阿爹，甲阿娘。你无死，你是安怎对地府来？地府毋是人间，你想要去找什么人，就找什么人。你敢有将我这个明姑娘娘看在眼内？也毋紧跪咧向明姑娘娘叩这手。我也无讲唔对话啊，啥会要我靠嘴？好，免啰嗦。你是一个人家妇女，你酒不离酒路。我看你在生一定是啉烧酒死的，死后一款的最言最语，满嘴就是醉话。白将军、胡将军，我将伊押上来，照规矩，互伊啉忘魂汤。是。忘魂汤是要创啥？互你啉忘魂汤，就是要你袂记你在生所有的代志。啊，那安尼，我袂啉。你袂啉，大胆！你本娘娘的面前，你敢讲唔啉？来呀，将关的。是，来，过来。我袂啉啦。忘魂汤啉落，从今以后，以前的代志拢总袂记。紧带伊去文化看遐，互伊调查我的财产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明姑娘，连照个行照袂出伊在生的代志。现在哪样哩？我嘛唔知这到底是安怎。忘魂汤啉落去，过去的代志拢总袂记，还佫有啥物通问？那恐惊连你家己的代志嘛袂记。无啊，什么代志我拢记甲足清楚的啊。你有学过妖术？来呀，快紧压起来！是。慢姐，什么话爱到伊？这毋是你讲话议题，压起来！慢姐，我要去阎王爷。大胆！阎王爷是皇帝的人物，总无一个管理这个地府。你想要见伊，随便互你见会着手。我一定要记着伊，我要替我阿囝阿娘伸冤。点去！白将军、胡将军，徛伫遐创什么？赶紧动手压起来！是。啊，你就较无路用啊！连一个女鬼你都无才调了，啊！你这个女鬼，看你本娘娘安怎给你收拾起来！放出来！赶紧给我放出来！妹妹，这个女鬼妖术有够厉害，咱赶紧来讨救兵。慢姐，你带我去阎王爷，啊若无，你两嘛拢收你台面。这
见叶梦阳的代志，阮两个无办法做主。除非安怎？你讲？除非兵部娘娘有命令，也若无私底下带你去见阎王爷，阮是会去判罪的。好，惊拢恁逼我。岳母娘娘，阮所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有，我听到。姑娘，你就是用你的妖术，将本娘娘收入你的葫芦内面。你安尼犯着一条大罪，你知影？赶紧甲我放出来，也若无本娘娘绝对无放你煞。为着救我的爹仔命，就是大罪，我嘛要为伊承担。若无你派两个带我去见阎王爷，我就袂放你出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吴将军、白将军，在。上手的姑娘，赶紧带去见阎王爷。是。姑娘，请。我葫芦哩，我宝贝葫芦哩。吴成哥啊，你有看我宝贝葫芦？我元神出窍。吴成哥啊，吴成哥啊，我等人陪，我葫芦啊陪，你若互伊摕去做代志，也连看要使我就好。对，拢这李洞宾害我的，李洞宾啊！李顺阳啊！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先？胡成哥若出代志吼，一切后果拢你啊负责。有啥物代志？慢仔讲，慢仔讲啊！胡成哥的元神出窍，我的宝贝葫芦阁无去，也若伊摕去做代志，这毋是咧滚笑的咧。叫你顾一个人，你顾到元神叫出窍，你还阁敢讲？也唔敢讲，无讲嘛袂用你。我迄个葫芦的厉害，你也毋是唔知啊啦。你的葫芦是有影真厉害啊！要不人捌酒意的人，葫芦去底伊嘛是无路用啊。也毋过我安尼酒啉2杯啊，秘密拢讲出来嘛无一定。啥？你甲酒意讲啊，何成哥会知影？我咧摇，大概是有讲的款啦。你赵志军啊！这款代志应用药的心，有讲也无讲。你讲我听看卖，确实有还是无？都有啊！你煞唔知我的个性，我酒若啉落，人也问啥话，我哪照是讲出来。你是烦恼教老实的，好教糊涂的啦！酒若无啉的时阵，时间啊啥物事？酒若一啉落去，用都讲你也讲，无用都讲你也讲出来。莫讲咩啊啦！讲咩也无路用啦，赶紧来去找我的宝贝葫芦，那甲何成哥的元神才要紧啦。等，是要去倒位啦？来阴司地府啦！有办法，代志到底是安怎？你著叫这花姑的孤魂野鬼，将文宝娘娘收入伊的妖葫内底，而且佮大闹文宝娘娘殿，讲啥物？要见阎王爷。真好大胆！等下，你才看我安怎小心，我唔相信这个野路三条了去。哼！参见文武判官。野路，你真好大胆，甲大闹地府。王将军、李将军，什么表现？互我来收拾你！兵部判官，千万不可啊！啊！我叫你上跪，你来上跪。现在兵部娘娘伫伊的手头，你千万唔通动武啊！我叫你上，你是无听的心。在地府这个所在，任何代志拢爱讲道理，而且文武判官在此，你讲话一定，什么表现？这啊！是。判官，金属官班，这件代志，先让我甲伊讲看卖啊。好，我来互你，去回家互我。啊，你问的若甲伊讲袂通着，哼，我这个母的唔爱甲我对簿客气。我甲你讲，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大闹地府，而且搁将文宝娘娘收入你这个妖葫芦内底，你所犯的大罪，是要拍你18层地狱，永世不能超生。我甲你讲，假使讲你若是当将文宝娘娘放出来，我会当替你讲情；也若无食，后果你家己负责。华哥愿意家己负责，也毋过请大人，你带去见我阿爹娘一面。若有啥物后果，我愿意一个人承担。要见你阿爹甲阿娘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
既然你拢无法度做主，我家己来去找阎王爷。唔这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也毋过，你也先将毛毛娘娘甲放出来。李永利，我来将苗宝娘娘放出来，恁就无要后去阎王爷。哈！无看我你闪了！今仔日，你从这条路，我来三门七个总条算，这个无看我，就我别人走，好厉害啊！你也敢受我铁腿？我跟你拼！我好啊讲啊！有啥物好讲？除伊恁家叫，带伊去阎王爷。好，你要见阎王爷，我答应你。也毋过，你安尼撞入去，算啥物体统呢？我就安怎将入去？你等我等一下，我到武判官入去禀告阎王爷，等下再出来叫你。王将军，李将军，来，你两个好好甲看这条路，对袂当坏走去。是。小亮，快来！你叫啥物名？敢讲你唔知这是阴曹地府，会当出来是袂当出去的？太平清军，你捌听无？太平清军，哪像捌听过哦？太平天师。哦，你这么大声，警卫，警卫，警卫，唐人大将，唐人大将，乖，安尼恁两个有前途。军，等你甲这两个小鬼在怪什么呢？快紧，紧就拍。要紧紧，行。好诶，现在不准过桥，等下通知才准过桥。哇，恁两个小鬼啊！用这个口气咧甲我讲话，你敢知影我后顶的人物大大包天？当然你是。免问，我去见恁阎罗王，你自然就知影我什么人。你要去阎罗王？两位大仙，实不相瞒，拄好有一个姓何的鬼，就是要去阎罗王，闹到俺地府家欠不灵啊！四河女鬼，奇怪，你咧讲的敢是何成功？绝对是你无唔对啦！伊即马有半仙之体，还佫有歪的保护路啊！要闹一个地府，这是简单的代志啊！紧，我去来去。好，你马上带俺来去找检查。请两位大仙见谅，小有这看阮来好叫，袂使擅离这手啊！哎呀，卖为难这小鬼啦！虽然啊地府这么宽，骗咱两个要找阎罗王，这是简单小事一条。行。讲的野鬼，拿到地府来夜舞摇鬼，来啊！来，看起来先重拍一把大板，再搁拍落18平地下，可以永不超生。啊无这野鬼是咱假死，来闹地府的代志，若是传出去，到迄个时阵，王爷，你的威严要摕位倒位去呢？而且鬼界甲妖界若知影这代志，因会有样看样，到迄个时阵，咱地府就袂有安宁的日子啊！有看我讲了对，来啊！来，将这个野鬼甲拖起来。是。等，我看看，伊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恁阎王爷，以神之计，这个叫做荷花果的女鬼，妖术很高，咱也无爱成礼离去边。讲了嘛对。好，传荷花果，阎王爷有旨，传荷花果进见。传荷花果进见。参见阎王爷，大胆荷花果，看到阎王爷，了唔对，人讲你唔该拍落8平角，永远不能超生吗？我不会用伊啊，也毋过。大胆！你阎王爷喺面头前，去当用阮有不过的事，跪着。好啦，照你所讲起来，我嘛是应该甲你行礼啊。小女子荷花果，参见阎王爷。荷花果，本王看会出，你是一个读过诗书、真捌礼数的人，为怎样你来打扰地府？
叶某老爷，那阮房间有得离乡一句话呢？多一句话，讲。就是伊难听多一句话，讲。就是男爷好见，小鬼难填啊。放肆！大胆无话讲，你乃带罪之身，家伫咧阎王爷面头前胡白讲话啊！我讲的是事实的啊，啊无阮行间要来履行这句话咧。而且今仔日我确实体会到，我讲的就是事实的。小鬼也遮尔无讲理啦，乌白将军嘛无讲理，连你这武法官也搁较无讲理。点去！你真好大胆，家伫咧阎王爷面头前讲本法官的唔对，等下。无话讲，你莫讲为别位去。你大闹地府，搁施展到妖术，将宁波娘娘甲掠起来，还搁假假女判官动手，这款的代志，本王爷自有定断。我先命两字，将宁波娘娘放出来，将迄个妖葫芦交予本王爷。我可怜。我叫你放出来，你就放出来，若无。我会用将面包女女放出来，佮甲铁锤喊来武将军。要毋过，这个酒葫芦我袂用交予你。大胆！你敢胡白讲？天龙，这个葫芦确实毋是我的。若是讲要将面包女女甲伊放出来，除非安怎？除非你答应我，互我甲阮阿爹阿娘见面啊。恁阿爹阿娘？嗯。文判官，因阿爹阿娘去伫什么所在？本王爷伫个王死城。哦。王死城是有进无出，一定要验收到才会当放出来。本王爷身为地府的阎罗，也毋过嘛袂当违背着地府的规律。规矩袂用改，规律啥都袂用改。你若互我甲阿爹阿娘见面，我就快将因放出来。将军，你敢甲本王应嘴应字？来啊！来，将伊甲抓起来。是。班长，你想甲对我安怎？我用来收起来。你收啊！今仔日本法官就将你拍三门七臂，总交算，我看你要哪收。大胆妖女，你也敢伫本王面头前施展妖术？来啊！来，我将军、白将军，甲抓起来。是。班长，你想甲对我安怎？我就是要甲放出去。是之计，这个荷花果的妖葫芦，确实是厉害无比。我看，咱就先顺伊的意思，然后再搁想办法来对付。哼！假使讲，咱若是甲伊拍起来，我想咱地府的兵马，恐惊嘛毋是伊的对手。阎王爷，到时阵毋是允许阎王爷你的面子咧。这槟榔呀，我的阿娘一生贤顺，做这么多好代志，结果嘛是互恶人来害死。做世事无善报，伊要如何服死？死了后，又搁阴精未顺，困在王死城受苦，这敢有天理？有道是，拥有法眼，应有公道。请问王爷，我讲的这个规律，你讲是毋是咧？有理无理是本王爷在定断。你有甚物资格甲本王爷论地府规律？本王爷，我看这样代志也是交我来处理。王将军、白将军，在。将荷花菇带去王死城见伊的爸母。是。多谢阎王爷，多谢文化官，多谢。
岂有此理！看看，你替本王爷想一个办法，对付花国。甲讲死了后哦，还阁受这落罪啦，会当去投胎转世无但要紧，除了互人关我这个所在，会当见到天的一天，受到真歹过哦。老的，那你即马讲这是要创啥？也来甲想者倒转来，讲我在生的时阵，伊还有较咸，有较涩，搁兼冻酸啦。做医生无医德，来受这种罪，还阁较无要紧。牵手的你上可怜，看人艰苦，你拢帮助人，也救济人，搁经着事，你拢去拜拜添香。死了后，有你倒咧想苦，我实在不忍心的了。老爷，莫阁讲遐，我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即摆上烦恼的，就是咱查某囝花姑。对无？刘将军，请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花姑，花姑，你走囝不好。你哪红徛在边遮？不是啦，我是要来救恁出去的。是啊，你要来救阮？救恁出去。我就是讲走囝。这是王先生，是有你付出，安尼老可怜。两位将军，请恁甲门赶紧来拍开。这边来应你。点点哦，我就是甲恁两个带到这内面哦，快开开！我是乖乖听话，好汉唔食眼前亏啊！小鬼，紧将门拍开，放伊两个出来。刘将军啊，无嫌王爷批准，这是袂用的啊！假讲话，叫你安怎做你就安怎做。我较大是你较大。哦，是。阿爹，阿爹！花姑，你就见着面讲这话就好啊。不要你，我要甲我阿爹呢，惊叫上死者。你袂晓出去的。我对，你甲王爷讲，总共有啥物大罪，我愿意承担。我是真多事，老油条，我拢甘愿。这阿爹呢？甘愿。来走。好厉害妖术！第一面呢，你赶紧等于兵过阎王爷，我来去调集贵兵贵将，阻止因逃出去。好。刘将军啦！刘将军啦！好吧。好。花姑，希望你唔通为难阮，也若无，你想要安怎？也若无，阮只好甲你拼。你望你莫卖伊啦，因为我阿爹，我嘛是会甲你拼的。花姑啊，咱参详一下好无？你有啥物紧讲？阮迄个爸面已经对禀告阎王爷，阮即摆在等伊的指示。你莫为难阮啦，你稍等一下好无？我无法度等啦，你反过。袂用的，阮知影你妖术真厉害，但是无阎王爷的指示，阮袂晓做主的。既然你袂做主，我就顶做咯。好，既然安尼，贵兵贵将听令，来，拼甲剩最后一兵一卒，也袂当放因三个逃出龙须城。
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